好啊，今仔日要换这个爱党的这对啊啦。对啊，你有感觉对这个选手较无信心的无？好，你直接讲。一个，我唔敢讲。无要紧，念你就知影。哈。啊，哥，我这边是啥物人咧？老 K 的选手。来。恁拢较放心啊，即马拢已经较就轻松啊。系啊，你看咱不敌会记啊，笑甲。吼，伊即马在做 center 哦，C 位啊。是做 center，不是做 sen 哦。做 center。做 center。对。你卖综艺衰，你综艺衰拢会开去我。嘿，我感觉。无礼貌，欢迎咱的评审长顺哥。欢迎。另外一位蔡阿家。哎，对啦，我是毕阿家，不是啦，和平啦，和平。哦，不过今仔日有一个真重要的人要来。哦。我知影伊要来，我惊到我喘到7天都无困。7天咯。足惊的。无啦，我坐骨是紧疼啦。坐骨是紧疼。足疼的。这位会使讲吼，是咱的人工的国宝。系啊。而且足多人讲，伊是这个仙女下凡。哎呦，我阿嬷嘛安尼讲伊家己呢。我跟你讲，这位仙女下凡已经下凡73年哦，那有厉害，有厉害。马上来欢迎咱的小咪老师。欢迎。877啦，是我的外号，人人叫我是879哥，自会做事都无事做，迄当家行行咧，又搁世家扫，落满皮啊是加减过，好歹事是加减落，人做落满全靠拳头摸。我做罗盘专用嘴唇落，3落4落煞调一个877啊，的外号啊，的外号。哦吼！小咪老师，好877啊，嘛是足够练喙花呢，练喙花啊，当然是练喙花，咱就是练喙花的节目啊，咱就用这个877来练喙花。哦，老师，多谢你愿意来遮甲阮做节目。我嘛真欢喜，真正看恁的电视，拢毋捌看恁的本人。啊，你本人感觉？一个小声，一个小大，啊，目尾牵电线。哎呦，变一个变面线。今仔日就拜托老师啊，来做恁安的评审。公平的主题哈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脱脱小台语，今仔日要进行第一阶段的比赛咯。第一阶段主题，代志无你想的遐简单呢。规则是每一个选手要表演2分钟，时间超过就会去用淘汰哦。啊，若是表演结束，评审拢总是3个车仔顶，迄嘛会去用淘汰啦。到底今仔日的比赛，什么人会使顺利过关，什么人会伤心离开呢？咱紧来甲看落去。我常常咧说服别人。我感觉某一件代志，你啊讲啊伤含的话，就有人会相信。啊，假使讲若无人会相信，观众嘛会看到，因为你足认真甲这件代志讲啊足含的，伊会感觉足欢喜。这就是练喙花一个上大的目标。阮准备4项是要互这选手食，啊内底有这个盐水的猪血架，啊有这个苦茶，啊搁有一个拢是蒜头的臭豆腐，啊搁有一个是蚵仔的这个鸡卵糕。这4项物件听起来就有人介意，有人无介意，所以我爱因吼，不管你介意无介意，这4款物件你拢爱食了了。食了你爱对内底拣一项呢，不管是你介意还是无介意，你爱去说服别人，去说服别人讲，哇，这个物件真正足好食的。我较期待选手有3个，一个是韦德，还是黄龙龙，还有康帝。我上介意的是迄个蚵仔鸡卵糕，啊，讲白菜的时阵，目睭是用正平，用顶边看目睭，我即摆拢看倒边顶边看，所以我足爱乌头鸡卵糕。今仔日内底我上介意食的就是猪血粿，猪血粿我平常时迄卤的、烘的还是煎的，我拢爱食。啊，
啊，特别是吹上好食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土豆磷粉，土豆磷粉不是土豆磷粉，土豆磷粉是珍珠粉，你知唔知？你食了香香，敢你拢水起来啊！虽然一支安尼细，安尼50块，然后我一食入去，哇！恁感觉迄有啥？迄有土豆腐，恁阁有加盐水的，原来台北是有好食的物件的。所以台北咧有一个物件，特产我会使讲是猪血粿。因三个吼是建议无介意的物件去台场甲大家做介绍，真正讲较小含，所以我感觉以后因的表现应该足厉害。好，来，欢迎咱第一位选手，就是咱的康弟，欢迎。你看起来足紧张，爱给你喘气，爱给你喘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弟，今仔日会当来伫遮，拢爱感谢我的头家，予我请假。画暑假啦，这个月迄落影几届，我画暑就来几工。迄公司是见人就放，我嘛共款啦，见人就放。迄头家想讲我是毋是有2个子宫，花哪会拢流袂停啦。一个流血生囝，一个流血是请假啦。敢若是迄药经的水倒头有无？2边拍好开，一工遮大工安尼拢流袂停啦。我平常时是伫办公室上班啦。你可能想讲坐伫办公室安尼真轻松吹冷气尔，无啦，无你想的遮尔简单啦。人出来食头路吼，上重要是大家做伙打拼。咱无一定要有相像的目标，但是一定要有相像的元首人啊。所以吼，每一间公司吼，拢一定要有一个吼鸟车赛啦。安尼才会相亲佮相爱啦。重点是迄鸟车赛一定要看起来无亲像赛哦，但是迄同事看到的时阵吼，面会结甲敢若赛啦。对啦，我就是鸟车赛啦。每一届吼，我就是看到阮同事吼，伫遐咧无闲啊，若是吼，大家做辛苦的拢无去食饭啦，我拢会挑故意吼，甲迄插头插到满啦，互迄扑克甲跳掉啦。迄若是伫咧拍字，也是迄拍报告还袂顺的吼，拢会战声呢。公弟啊，你莫过来啊啦！我先去食饭好啊。你看啦，我做对啊，去食饭安尼。我其实想要甲大家做伙打拼，互相斗相共尔啦。人讲哦，英雄是孤单的啦，鸟车赛是寂寞的啦。坐办公室无你想的遮尔简单啦，谢谢。用办公室的文化，你讲一个无遐简单的代志。哎呦，这是你平常时的生活编出来的故事，所以你真正是鸟车赛。听起来嘛真欢乐啦，伊即马搁咧流血呢。鸟车赛今仔日会过关无来？好，安尼是过关，还毋过小米老师伊甲拍车啊，是安那？小米老师你无过关，因为伊即个稿写了袂歹，但是字拢教袂明。臭奶呆，听无清楚。咱讲台语，咱每一个台语，你爱教好明足重要的，你爱互听有。稿写了真好。我唔敢主持啊。我掂伫遐笑就好啊。若是你，我嘛唔敢平信。你只有搞就严重的。好卡在你唔是选手。顺哥，你是安来互通过？我感觉讲吼，伊描写伊办公室内底迄个趣味，头家甲员工的这个关系，安尼员工甲人客中的迄个吼。共同的迄个意识就是有共同的敌人。其实这个故事写了真有赞助啦。我是感觉讲哦，迄个鸟车赛，会使搁来形容鸟车赛为什么是鸟车赛？因为伊不管时拢在带赛，伊往过物件拢会歹。够奥运的。后摆我若要用头家安尼敢会使。嘿啦，就是要安尼用。较过水咧啦，嘿。我想要问讲，你是真正遮尔紧张，还是这个紧张是表演出来的？真正是遮尔紧张。我感觉你紧张真过水，就是敢若是你挑工安尼表演甲遮尔紧张的感觉，要无你紧张
紧张是紧张，要毋过你的台语啊，歹势啊，老师，小明老师，你嘛紧张哦，你不讲，你怕谁啊？怕谁啊？基本拢拍车啊，这边两边拢拍车啊。我坐到决赛吼，我甲你讲，莫这样紧张吼，互你家己的个性来卡出来，安尼就真好啊，啊，较自然的就对。较自然，对，老师较自然是讲你啦，你较自然的，他袂使莫遐紧张。我丢礼拜无这样紧张，老师坐这我就紧张的奇怪。好，恭喜咱跟你过关啦，免个紧张啊！穿老师，你看老师有会欢喜。老师爱当我看欢喜啊啦，好，安尼欢迎咱后一位选手哦，陈德明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德高陈德明。前阵仔的时阵呢，我去宜兰的头城住青年旅社。透早5点半的时阵，我看只手表，好啊，准备要来困啦。我听讲隔壁眠床啊，凄凄楚楚，唔知吵啥货。我足生气，甲起看卖。佮看着足缘投我送，体格足好安尼。要去冲饮无？我这样做有原则啦。我若交朋友无讲介绍绝对袂讲甲因做伙出去佚佗。我就想讲，但是伊遐了热情，甲我邀请，袂当互伊歹看。所以讲，我决定讲我找一个理由安尼。我就问伊讲，有名啊无？伊讲有啊，当然有。好，咱来去，即摆来去。用了以后咧，佚佗了忝嘛。人想要，后来咧，这缘投送嘛，这个无放弃啦。伊就甲我招讲，咱们来去啉一杯啊，你要做伙来无？我共款，我讲，有名啊无？伊就甲我讲，你要名啊？你家己去路林找啦，拢你的代志。我想讲好啦，伊既然拢安尼甲我建议啊，我就真正去路林找。我就爱足诚恳的讲，嗨，你敢会使交做去啉一杯？好，会使吼，好。但是哦，都无想讲姊啊人才好安尼。迄工拢无人要甲我应安尼，我就开始检讨，是毋是我的态度，还是讲我的外表可能是安怎的？后来我想明啊，原来是讲大家拢做有原则的。若是无讲介识的，拢袂做伙出去佚佗安尼。所以讲真足介，真有外表，阁有内在阿姊。嗨，感谢恁，大家我是德高，多谢大家。好，听咱德高讲完，咱先来看评审到要互过关，来，会过关未？多谢老师。老师真高啊！这我较想要听讲啥那小米老师你会互伊过关？伊即个歌嘛写了真古锥吼，伊的台语讲了有准。多谢老师。真明啦，台语真明。台语讲了好，加分。顺哥，你开口真好。你头来讲迄有无？迄个冲影，冲浪，冲影吼。这是新的，我嘛是爱学一个。我是感觉讲你的人品人才，徛伫遐会真好看，所以我互你分数。但是你的笑点吼，爱足注意的。你的笑点，我头阮两个一直笑无啥会出来。强要笑袂出来啊？是，你的台语有迄个开口，我希望迄个开口会当保留。我真侪朋友知影讲，咱台湾之身哦，南部、北部、宜兰吼、鹿港话 Q 拢足重的，希望当保留到在地的气味。还是因为安尼，我互你一个机会。感谢顺哥。我讲实在吼，免阮讲，观众的反应就解说一切。大家无啥物笑声，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。你趣味的故事甲笑话是两种无同款的代志，所以讲你拄则讲的是趣味的故事，要毋讲毋是连喙花，毋是笑话。我就坦白讲，真正无啥好笑。所以讲你的台语讲啊真练短，迄是好事。要毋过阮是一个练喙花的节目，后边你若是要留落来，你一定要甲笑点安尼放入去。了解，过关啊，过关！我继续加油，谢谢。老师替你感觉欢喜哦。爱当的就欢喜的啦。好，来欢迎后一位选手吴秋娜。舞级的来，舞级的。我真拍拼要学台语，但是后来我发现用笔会较紧，我袂晓讲台语，但是我会晓听。汤拄啊讲1分30秒，你是目前为止讲上底。你爱是
普通你。爱心跳，唔是啦，你伤紧张啦，心脏跳足紧的心啦。跳嘞，大家冇心跳。好，来欢迎后一位选手吴秋娜。武侠的来啊，武侠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秋娜，一个练过功夫的查某囡仔。我推荐大家拢去练功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做任何代志拢爱有功夫。比如讲，咱咧赛车、开车，爱有驾驶的功夫；咱若咧煮菜咧，就爱有切菜，还有洗菜的功夫。连谈恋爱嘛爱有冰床顶的功夫。是，我嘛捌去练过功夫。当初时吼，阮师傅就甲我讲，爱练好好迄个骑马式。手来，手来，紧嘞，紧嘞，扶我落咧。双脚甲你经甲操爬胯，尻川翘伏地，两骨撑骨地，就安尼扶咧，爬起来，扶咧，爬起来，扶咧，爬起来，扶咧，爬起来。逐工咧练，练完了后，我去做model，是安怎咧？有一天吼，有一个外国的鸟仔叔甲我吹去，就讲：不要紧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比一个 pose 我看卖咧。惨啊！我生到安尼下肥地，佮无做过model要安怎？这时阵我就想起来，对哦，我有练过功夫啦，所以我就重心放倒骹，正骹、手、头。哦，迄外国人偌学咧，对，就是这个 pose。所以咧，练功夫会使做 model。我是吴秋娜，一个练过功夫的查某囡仔，感谢收听。哦，练功夫变 model， 哇，嘿。顶届伊来表演的时阵吼，伊就讲无几句话吼，就笑到阮拢毋知影为虾米伊咧笑。大家敢知我的专长是啥物？答案就是同款一模一样，画图、表演甲配音。小姐，嘿。尽量讲较好笑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届吼，伊有改啊，对，吼，伊拢无笑，阮嘛拢无笑，拢无人笑，拢无人笑，安尼会过关吼？来，明星。小米老师，互你过关，哇，两个车仔尾啊，一个衣裤啊。小米老师，你是安那互伊过关？我 don't understand you 啊。其实你这个故事无好，是真正无好笑。这有老实，这真正就老实的，对。我无笑，你为什么互伊过？啊，毋过我是安那互你过关？台语嘛讲了袂歹，阮拢注重台语，爱讲互明，讲互听有。OK。啊，但是吼，你的动作嘛是有好笑啦，嘿，啊，所以我互你过，台语讲了袂歹。你迄个感觉敢若袂输吼，江湖袂药啊！我甲你讲伊有效，真正有效。你不爱信你，好，你拢不爱信，你真正有安尼。你入要强迫人笑，大家笑袂出来。因为练喙花，你既然要互别人快乐，你要为内心去讲出着迄安尼，真有感情，真有感动。啊，当然你消遣家己，迄是一个功夫啦。毋过真正无好笑，真正无好笑。一般我若讲无好笑，大家会笑；连我讲无好笑嘛，无人笑，表示讲真正足痛苦。我感觉讲一条笑点有淡薄仔可笑，譬如讲你讲啊，谈恋爱爱有名床顶的功夫，你会当讲谈恋爱爱有啥物功夫，然后你就踢腿，互大家看，哦，你看我一遍，哦，男朋友就交两个，我会踢腿，这就是我的功夫。哎，我跳好看无？哈，我老师讲伊要踢腿啦。哦，你看好无？安怎踢？哦，小米老师，哇，很巧的样子，踢腿。来啊，老师来啊！你讲踢腿、劈腿，就是爱安尼劈腿。讲免人服ka。对啊，你会晓踢腿，然后你讲这个笑亏，甲你坑你，甲这个笑点坑入去，你安尼就袂讲无彩安尼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双脚打双拳啦。对，就是你足够谈恋爱的意思。你看你偌好笑，我睇你穿甲敢若武侠的。所以我感觉讲这写剧本的能力吼，应该要甲培养一下，所以讲加油吼，加油，谢谢。秋娜，讲到剧本吼。
啊，恁老师，嘿，爱当诶，这个来等，这个剧本你敢有帮伊斗看？嘿啊，应该有啊。阮有甲看过，但是阮尊重这选手家己的想法。讲意思就是讲，无咧听是甲上咧卡谈对啊，你安尼袂使吧？无有甲讲过，就是像老师讲，像顺哥讲，你的这些内容的部分爱好笑，但是伊要注重的是伊的动作，伊讲伊的动作会好笑。哦，诶，阮个尊重伊安尼。结果你知影吼？林刚老师若互你一寡意见，咱都爱听，爱吸收哪听，嘿，是咱的国宝，互你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认真讲台语上介好吼。好，来恭喜你，哎，小小困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后一位选手，咱的经济。大家好，结婚是一件好代志，但是卖人婆啊是包一房，无包一世人哦。我曾经捌服务过一对新人，伫咧结婚迄一天请人客，为着小可代志，安尼冤家娘济，安尼导致使拢毋知通去出菜。后来这对翁仔某真正实在是无头尾就对。过无偌久，这个囝婿搁来找我，讲伊要搁娶某，要叫我搁做卖人婆。啊，我就甲问啊咧，我讲。啊！你即回即个太太的条件好无？伊讲正好，买吉送吉，娶一个某，搁嫁一个囝。我讲哦，安尼袂歹哦。啊！伫咧娶某迄一天的时阵，新娘车顶，即个新娘就甲新郎讲，伊讲翁诶，我甲你讲哦，即个卖人婆哦，真正有够牛。吼，即我若连工搁嫁哦，我绝对要搁叫伊做卖人。我就听到安尼，我讲哎哟，唔通啦。一摆就好通啊头尾，翁仔某爱互相包容、互相忍耐。做卖人真正无恁想的是遮尔啊简单就对啦。练喙花真笑亏，讲笑讲笑无问题。感谢大家。哦，卖人婆啊练喙花，经济。足够讲的，足够讲的。押韵，嘿。啊，可惜的代志是讲，你甲我拢已经结婚啦。嘿，啊无嘛请伊来做媒人婆。嘿啊，你讲你要娶，你要娶，甲我娶哦。我甲你娶要做啥？毋是讲你要，就千万唔通。我是讲咱若是还未嫁娶的时阵，对。好，好。今仔日成绩啊会过关未来？哦，是有过关啦，有过关，但是两个车啊，伊若去学歌戏一定真好。哎呦，我真正捌学过。啊，你捌学哦？对啊，哦，才有迄个型啦。啊，是安那无继续咧？因为迄摆哦，拄啊去伫人迄顶篮骹，啊，因迄老师讲爱情练丹田，啊，我开喙就甲唱落去啊。互我来看到咯，结果迄顶篮骹一个乌仔送走出来，摇手指，你怎嘛多把裤咧放着尔？你就甲我画一个，互我看到。就迄摆哦，讲一个走头无路。这个较好笑呢，这个较好笑，这个啥物无讲这个讲了后壁就接一句代志，无你想的遐简单，安尼就好啊。咱做伊无一定讲都会唱啦。像你做这老腔啊嘛，唔免唱，就是安尼讲就好啊。这叫老腔的，就是迄个机器，吼，三姑六婆的迄啊，哦，三姑六婆，迄就是这种型的啊。啊，你若出台呢，头插红花，啊，做媒人哦，真配对，啊，几十双，啊，我来做媒是上介赞。你若加唱一段，这一定足好的。是哦，这是拄则才编出来哦。啊，我临时想的。哇！哎，你嘛做媒人的嘛，对无？厉害！哦，你若加一个这哇，佫较对，因为讲故事甲讲笑话是两件代志。因为故事你若咧讲，我咧要讲聊天顶一种三顿我跳入去乌墙啦，啊，叫德顺插着。哎呦，最疼的。对，迄有一个笑话嘛，会笑会出来啊。聊天顶一种三顿我啾。去达到牛屎，对，每一摆陪入去拢无共款的代志。啊，你因为你讲囝讲某，迄真有道理哦。啊，但是有道理无一定好笑。比赛有时阵是看运气啦，吼，所以讲
真正你的笑话，我拄则看者，你是有写笑话，也毋过你可能你认为好笑的物件，甲阮好笑的物件是无共款的。所以讲，阮咧练习的时阵，你爱甲朋友来分享，啊讲，你这我即摆安尼讲这，你感觉咁好笑无？你爱听，你爱听入去。互伊听看卖。对，趣味的代志甲好笑的笑话，迄是无共的。所以讲，我无互你通过，也毋过即摆有机会啊，后边搁注意，谢谢。所以。咱今仔日咱的小米老师是来救世，嘿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救几啊？你真少看，伊头段行入来的时阵，伊是安尼行入来的。有光呢，伊头顶个伊是每一个拢 OK 的意思，真正真福气，哇！恭喜金子，恭喜哦！来，这边你要倒啦，这边啦，已经准备好要出去啊！所以比赛运气最重要。好，后一位选手李碧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碧生。我的台语无介好，但是我伫下港读大学，头一天的全班的同学拢是讲台语的，所以我真拍拼要学台语。但是后来我发现用比会较紧，我袂晓讲台语，但是我会晓听，歹势啊！因拢当作我是 A 狗。做我告白游兰花阿姨，伊毋是游兰花阿姨，伊是游兰花本人。有啥无好上嘛？大家拢无咧上，我都紧张。伊才18岁，甲咱差足济，所以感觉好笑，已经甲咱无共款。平时伊迄边吼，加十几岁，是安那伊会过，是安那伊会过，袂过啊，袂过，真正都袂过。Sandy，这是18岁笑袂出来笑话。我的台语无介好，但是我伫下港读大学，头一天的全班的同学拢是讲台语的，所以我真拍拼要学台语。但是后来我发现用比会较紧，我袂晓讲台语，但是我会晓听，歹势啊！因拢当作我是 A 狗。我细厝的厝头家不晓讲国语，后摆我拢要甲伊讲，歹势啦。我真正无钱，袂晓紧走。多谢大家，我是李碧生。哦，代志毋是你想的遮简单，突然间突然间就结束啊！系啊，你是袂记，还是真正才结束？我是真正结束。真正结束。真正结束啊！结束啊！你通拄啊讲1分30秒尔。你是目前为止讲上帝。上帝。对。这嘛是老师有甲你看过卡本。老师真奇怪。应该是老师问题。那爱当那会安尼。老师有看过这个卡本。我有看过原本的卡本，但是即马伫咧台顶搬来开，甲我看的无共啊。伊个演家己的。什么？无啥共款，有差不多有改一部。是安那啦？你临时起来改卡本哦？我临时改卡本。是安有这个想法？因为。你用笔，因为我无钱。对，因为我无。无啦，是安那啦，你得甲阮解说啊。差不多是安尼，但是较短。我莫甲逼迫。敢会是今仔日第一个，到底会过关未？来。小米老师，多谢老师。是安那，你即届无你伤紧张啊啦！嘿，咱咧讲即个脱口秀啊，这吼爱放较轻松咧。系啊。啊，搁有讲话会提要讲咱毋讲大字。啊，讲话站在上，那节奏吼上慢。哦，这张孙哥。你爱。普通，你爱心跳，唔是啦，你伤紧张啦。哦，你紧张啦，哦。心中跳足紧的啦。跳咧，大家冇心跳。你有心跳。啊，你是台湾人吗？我是台北人。台北人。但是吼，你的台语转去还佫好好练一下。啊，佫你相当的紧张，
所以你家你本正呢会使讲甲真好真趣味。其实有啥吼用讲个倒比安尼话，人讲吼讲个哩哩落落德哥倒菜刀啦。其实安尼比你来讲，嘿足丰富的，真好笑。但是你伤过紧张啊。希望呢，等去搁好好练习的，凡是后摆搁还有机会来拼一个吼。你有要替家己解说啥物无？无，我会搁较拍拼。搁较拍拼。你是讲机器人吗？发电加油加油！啊，卖考哦。不，你考好啊，你考搁较有画面。哦，安尼。非常感谢你，虽然袂晓讲台语，但是来参加阮这个比赛，我代表阮这个节目甲你说到。啊，我代表阮这个节目甲你回息的啦，歹势。谢谢。安尼可能爱请你离开啦，谢谢。拜拜。谢谢。感觉就拍算的，但是我会搁较拍拼。这个节目真好笑嘛，真正面。若有机会，我搁想要转来这个节目。来欢迎咱后一位选手热舞流。大家好，我是热舞流，代志无你想的遮尔简单。想当初我拄开台北的时阵，我发现足侪代志。台北的人速度拢足紧的，阮同学拍早看到我，甲我拍招呼。我拄要回5早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行伫教室内底啊。啊，毋讲台北人足大心的，马路中间有互人休困的所在。啊，毋讲使用的人无侪，就我，阁有卖游兰花阿姨。啊，伊毋是游兰花阿姨，伊是游兰花本人。有啥无好笑吗？大家拢无咧笑，我足紧张。我足紧张的。阮朋友甲我讲，你若是毋知要安怎行，你个看机车安怎行，因为大概伫迄框框内底边仔拢是机车，啊，机车面顶个人就会问讲，妹啊，要去倒？啊，迄个人毋是你狗啦，是别人。自细汉开台北的时阵，当我的头毛是金色的，啊，迄时阵大家拢对我做客气的，因为因拢当作我是佚佗囡仔。啊，毋过我毋是，我是南投的山水。我来翠花甲结束，多谢大家。感谢我没有人笑。太紧张了。因为拢无人咧笑，我感觉无好笑。啊，但是这个脚本嘛是你家己想的，老师有甲你改，啊，结果你临时搁变卦。老师，我歹势。无啦，你着讲真实的。讲真的。到底是 what happened？ 就是因为我先紧张，啊，我当做大家会笑的所在，大家无笑，啊，我就感觉啊是啊，啊哪会无笑，啊这今年个足好笑的。伊感觉好笑，因为伊这是我19岁尔，我18，伊才18，伊才18岁，甲咱差足济，所以感觉好笑，已经甲咱无共款。哦，安尼哦，有代沟啦。安尼我较有好意思去问我的宾信。嘛是，我才加伊10几岁尔哦。10几岁。系啊，宾信迄边吼加10几岁，我要安怎问啊？唔知因有感觉好笑无？到底咱舞流会过关无？来。3个车啊，拢无。要紧啦。我听别人讲，你感觉倒一个人较好笑？有好笑的吗？还是你个？好，你讲啊，倒一个？坑弟。哦，啊，其他的拢普通。你嘛唔知影为虾米因会过关对无？讲话啊！你爱讲啊！你讲出全国人的心声咧。是安那因会过？是安那因会过？我讲话嘛，甲因斗阵拢斗阵呆啊！为虾米因会过？我袂过，因为袂过啊，袂过，真正都袂过。为虾米袂过？为虾米 ？Sandy，这是18岁笑袂出来笑。不要紧啊，敢若一个18岁尔。人生哪会遮难啊？人生遮难吼，这只是开始尔。我讲一个问题吼，你拄则讲一个卖游兰花阿姨这个笑话，你用的方式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回马枪 call back，也毋过对小咪老师来讲，伊无听过这个笑话，所以讲伊根本就毋捌你讲的。毋捌听过这个笑话。而且你嘛，你个笑话本人伫遮嘿，你个笑话本人，迄就是游兰本人，游兰本人。
不偶然呐，不偶然。啊，这款花马枪吼，袂当离伤远。伫咧录影的时阵，这已经顶礼拜的代志啊，所以讲对观众来讲，这嘛是听无的啊，所以讲这款拢是无好的方式啦啊，所以其他的部分大家拢看反应拢知影讲，真正笑点较少。第二嘛是要甲你钦佩，钦佩你遮尔啊臭年代，都愿意来遮讲互大家知。啊，因为呢，你的认真是应该要互你分数的。啊，但是因为像马路，你讲马路。马路，啊！但是你有一寡话讲到尾啊，讲到无去，毋知讲到倒位去。讲迄个人甲你拍招呼，你尾甲讲你好后边，好后边迄句我听无你咧讲啥。嘿，以为家己飞傲安尼。嘿，对。啊，拜托，对啊。啊，因为当我拢走啊，讲袂出来啊。哦，你搁甲应喙应舌安尼哦。对不起，歹势。哦，我徛伫你边，我是足惊的啦。我即摆是先讲互你听啦，啊，你若听无，我就拖出去拍。18岁我足少年的，好，我等去努力一下，吼，加油！多谢啦，吼，拜拜。再会啊！再会。老 K，你对这个结果感觉呢？真悲伤啊，哪会安尼呢？你会使较辛苦。你就是咧笑，我咧笑是因为讲我足期待后一个选手的表现。哦，后一个选手是龙龙，伊的菜啊，欢迎龙龙。大家好，我是屏东水沟牛农农。恁当作恁去健身房拢是去运动的吗？毋是，我发觉咧健身房有2种人，一种咧就是注意家己身材的人，啊，第二种咧就是一直看别人身材的人。哎，哪遐尼缘投？哎呦，伊足错样的，足学疯子咧。啊，毋过我2种拢毋是，我是足拍拼伫遐运动的，所以莫误会哦。啊，搁有啊，伫外口咧，咱搬物件是咧趁钱，啊，毋过阮煞是付钱去健身房搬物件。有时啊，我会想想诶，啊无我规日去搬厝公司，会使搬物件，搁会使趁钱，1减2个，拄好。啊，我嘛常常互阿嬷念嘛，常常去健身房是要创啥货，无彩钱，你著去运动公园运动就好啊。我甲你讲，阿嬷拢毋知，我足省钱诶。我逐工运动了，一定会伫遐强身躯，啊，伫遐唱歌，洗了，你敢知影1年我省偌济水？无济，就一个石门水库的水量尔。扫。啊，逐个人咧上惊迄种教练行过来，要创啥？卖你课哦，你一定讲迄课足贵的对无？我甲你讲，上教练课啊，会使练身躯，佮会使互家己心情变好。啊，毋过咧。我毋是上教练课尔，我连教练嘛上啊。阮囝看到囡仔咪，哇，足欢喜！我看到幼稚园老师足欢喜。这个时阵，我就跳工站起来，老师就会甲你讲：爸爸，你紧坐落来啦！吼，有够好听啊！为着要教育阮囝去听出危险的声音嘛，吼，我就会问阮。后生，汽车的声音安怎叫？叭叭叭。狗的声音安怎叫？汪汪汪。啊，妈妈安怎叫？啊，逐个人咧上惊迄种教练行过来，要创啥？卖你课哦，你一定讲迄课足贵的对无？我甲你讲，上教练课啊，会使练身躯，佮会使互家己心情变好。啊，毋过咧，我毋是上教练课尔，我连教练嘛上啊。等下，我讲的是上教练的课，我上足济，我买100顿，好无？我是屏东水沟牛农农，多谢大家。剩4秒尔。哦，你加载。你若超过2分钟，就现场倒台。我真正替你紧张一下。足恐怖的。你感觉会过关吗？你家己感觉咧？因为这是公司，我嘛唔知诶。唔知啊？啊，你讲都讲了啊。到底敢会过关？来，有请。哦，过关啦啦！竟然有2个科啊！吼，惊到！哎，敢若孙哥甲你拍车啊？拍车啊！是。你啊，孙哥你无好过，因为吼，你的条件真好，
但是你选择这个内容吼，敢若行伫迄个悬崖边啊，迄一步一步若唔拄我砰就落去啊。啊，我若无甲你警告，我知影因有人会互你过。因为你的tempo是袂歹。虽然讲你台语嘛是安尼干烂吼，真侪拢讲袂清楚。啊，你迄个吼，迄个body language吼，爱足细腻的。你的条件真好，我安尼讲，你爱知影我甲你讲的意思。你会使去更加更较好的迄个主题，迄个讲法，迄个趣味，因为你有迄个sunshine嘛，迄个日头，迄个光闪闪，迄个活泼，迄个古锥，但是唔免去行迄条路，知无？嘿，迄款路就是吼，真侪人无通行，才会行对迄条路去。爱细腻，嘿。你的腰脚体态袂歹，希望你下摆就该来。哦，因为你咧讲的语气拢对啦，啊，就是敢顺啊咧讲安尼吼，讲话甘软，啊，我讲是讲甘卤卵嘛，袂明啦，吼，咱家己爱明，你敢做你的动作啦，啊，甲嘛敢讲啊，吼，啊，只是甲台语教好明，安尼上要紧。我会互你一个机会的原因是，你拄则有一个观点真趣味，就是讲，伫个健身房吼，阮当外口人是搬物件咧趁钱，健身房阮是搬物件咧开钱，这是头一个我感觉讲真特别的观点。好，我认为讲你有这个能力，会当写出这款观点。拍拼加油！莫讲较济，你是来见女朋友的。不是，来啊！你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，把这芭比用掉啊！拜托，这很来，小弟你，你要看你要介意龙的奇怪的。小弟你，大家手举起来，正手举起来。什么人来见女朋友？就是。好啦，我先跪歹势啦，好咯，歹势啦，你会使平心。啊，恭喜你过关啦！恭喜龙龙。好，今仔日最后一位选手来欢迎咱的伟德。李岩，感谢大家人的祝福哈。我最近吼，真正常常为着囡仔的教育，甲我无冤家。唯一会当解决的方式，就是送去幼稚园。结果我随去报名，幼稚园甲我讲，我无收年纪遮大。第一届啊，我去参观幼稚园，真欢喜。阮囝看到囡仔咪，哇，足欢喜。我看到幼稚园老师，足欢喜。我当一开始啊，老师拢做礼貌的，甲你讲啊，方爸爸。啊，1点钟了后，就甲你讲，爸爸，这个时阵我就跳工站起来，老师就甲你讲，爸爸，你紧坐落来啦，吼，有够好听的啦，我就行喺边啊，甲边啊狗仔拉来，老师就会讲，爸爸，你莫安尼啦，啊无我会当安怎咧？我冇伫边啊，放袂得。规间教室的爸爸拢坐甲定。等到厝，我发觉我后生足够看面色、听话语，看妈妈的表情是安尼，伊就讲妈妈咧受气，看到我的表情是安尼，爸爸咧想幼稚园老师。为着要教育阮囝去听出危险的声音嘛吼，我就会问阮后生。汽车的声音安怎叫？叭。啊，狗的声音安怎叫？汪。甲你考一个困难的，金鱼的声音安怎叫？伊知影金鱼饲伫鱼肚仔内底，无声，这囡仔就是足巧的吧？我就甲问，啊妈妈安怎叫？放袂得。今仔讲到这，大家努力，谢谢。哦吼，哇！李岩，你讲3层，迄李岩那是啥物？李岩就是甲伊某册啦。嫁离婚的意思。你啥？叫人李岩啥呐？
伊的愿望。愿望嘿啦。恁某拢无咧看节目就对啊。伊自我介绍的时阵，就讲伊人生做了上crazy 的代志，就是结婚啦。就是结婚，即摆嘛是。对，这我等下等甲电视讲我歹。你敢讲幼稚恒老师这个袂歹哎呀，幼稚恒老师，迄是对每一个爸爸心内的天使。哎呀，你讲出来的时阵，我讲哇，足有感觉的，足有感觉的。喂，我家庭幸福。每一个拢离离的。我这到底会过关袂来？好，专属通过。三位评审都好过关呐，过关呐。恁老师有够欢喜的，替你欢喜。今仔表现了上好的吼。我的本伊无改过。开玩笑，我开玩笑。无，伊是真正有经验嘛，会晓讲。啊，毋过爱当是你的老师嘛，伊敢有真正甲你训练，还是讲你根本拢无学到啥物物件？有。而且你有互老师学到啥物物件？无，你本人就已经足敖啊。不。但是你有教老师啥物物件？不是，老师开始有用心甲我教。哦，哎，对。我希望有一天恁两个高对定，有无？你讲了我会讲，啊，咱来投票，像讲了较好，会使哦。因两个来讲，啊，多抬一个。对，多抬一个。老热迄个做老师。有需要安尼。好，拍手。来，是李岩，袂使啦。无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个一定吼足够去形容迄个场所。他拄啊，迄个好朋友有讲过，你的观察伫迄个环境内底非常好。啊，你搁法度呢，等一个迄个问题出去，互你老师甲你叫，啊，你是去enjoy迄个感觉，享受迄个感觉。啊，搁有你咧讲的时有画面，有迄个画面感。吼，敢若讲咱咧讲故事有啥讲几波，大家足注意你讲啥，就已经袂赴啊。但是呢，你咧讲出来呢，又啊讲出到迄个场面场所内底迄个所有人物。拢看甲清清楚楚，所以呢，最后呢，恁囝讲哦，伊话恁老母安怎叫？哦，我是想对别位啊去哦，结果无想我是叫你的名啦。这么问者，你想到别位去？倒位？健身房啦。你想甲家人搁过啊？嘿啊，伤心啦。拢是厉害的。我感觉讲，韦德表现袂歹，是因为讲，你会感觉讲，伊敢若是一个朋友在咧甲你分享笑亏的代志，要毋过这个笑亏拢是设计过、设计好的，所以讲，我感觉真好的所在是，你会甲观众安尼去眼神交流，你去交流，你规个人足轻松、足自然的，所以讲，这是享受伫咧练吹迄个过程当中，我真介意，加油！小等下，我搁补充者，他拄你迄个享受感吼，会使搁较继续看。人讲哦，差分啊，就差足济啊。啥物叫做专家？就是差一点啊，就差足济，叫做专家。哦。比如讲，哟，爸爸，莫安尼，你个，我会改进啦，因为你就爱享受，啊，观众甲你斗阵享受嘛。你听有迄个意思无？迄个故事、迄个赞词、迄个丰富度会更较强。拄则叫爸爸，迄是像哈。我感觉奇怪，伊当对甲你叫。你哪袂甲因啦？我都毋是查甫啊，无我就甲因。莫安尼啦，老师，迄个老师是龙去遐上班。你故事编了袂歹。啊，就刚拄啊孙啊讲啊吼，你迄甲老师遐咧互动的时阵，若搁较暧昧一下安尼，讲话安尼搁较安尼暧昧迄个情形，啊，就加做好诶。好，祝好笑，恭喜！哇，谢谢，来，哇，今仔8个参赛者，上尾也留落来6位。哎呦，足牛的啦！哎，当下有满意无？会使吼。会使。来，后一场要比赛，甲我举手一个。好，一豪老师1号老师，哦，什么？安娜，你好讲一下，我就想要比这场。是安娜，我介意小米老师啊。哦，你介意小米老师，你就去甲按赞就好啊。无，不是啊，你介意小米老师，小米老师无介意你啊。对啊，我无讲啊，你讲的哦，我大家拢介意哦。好啦，后一场再相会啦，好，感谢你，谢谢。
去互倒台的这两位，即个赖宇流甲柏升，真正是咧台顶上紧张。无原本即个赖宇流伊的本啊，你若是慢慢啊演，顺顺啊伊鼓水，应该是无问题。但是实在是受紧张，啊规个本拢乱去。啊柏升嘛是紧张，甲伊的有一寡故事，头前无讲后尾，啊中规个无去，啊，佮直接去结尾，啊，规个人拢唔知咧讲啥货，啊，所以嘛直接咱离开。感觉有淡薄仔可惜啦，但是啊，毋过这就是比赛嘛，啊，希望讲若有机会，互伊啊，因嘛会当佮继续拍拼安尼，佮来咱节目继续比赛。